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我先下面读书台，头先就来报连载。第六轮高端疫苗登记已经有419000人啊，指挥中心也开放20岁到35岁民众会当去登记高端疫苗。台电大楼发生群组感染事件，目前进行大规模体检，甚至发生有一位有新的员工做过2档疫苗，也是确诊。阿富汗的塔利班用记者会来甲国际社会挂保证，不过后面表示目前未承认因政权，不过到当会去甲因指责。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个本土病例，5个带病入境。另外，讲到第6轮的登记，要注这个高端疫苗的人，到中大为止已经有419000人啊。也因为这个疫苗数量还佫有涨，指挥中心宣布20岁到35岁民众也会当去登记高端疫苗。指挥中心也有公布一寡国家入境的规定，而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3、18新增加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4例上侪，国内是新北市2例，无新增加死亡个案。这原来是连续4天无死亡病例。本土的病例有6例，都不是从区隔里面验出来的。好，那境外移入有5例，那死亡的个案没有。国内第6轮高端疫苗预约注射到拜3、18中昼截止，敢若41.9万人完成预约，所以指挥中心增加开放8月13、12点前意愿登记，而且是35岁至20岁民众预约登记，差不多有29.8万人符合资格。预约时间是拜3、18下晡4点至拜5、20中昼12点为止，注射时间是后礼拜1、23至29。已经预约的大概是已经有41万多。所以这疫苗事实上还有剩余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8月13号12点以前意愿登记，那是35岁到20岁的民众，那都可以来再来预约对着疫苗注射的人数增加，未少人原来有出国的需求。指挥中心公布个人上接佚佗的国家入境规定，其中有5个国家对咱台湾完全开放。入境的时阵，无需要提新冠相关证明，也无需要隔离，包括着比利时、西班牙、芬兰、爱沙尼亚，也甲墨西哥。去美国必须要检附采检阴性证明，也是空号证明。有在列的国家禁止一般的游客入境，包括着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尼、印度、越南、澳洲、纽西兰。另外，美国的研究是讲，莫德纳疫苗会当予12至17岁青少年来做，但是中是讲已经有家试药署提出适应症申请，不过考虑到莫德纳必须保留予已经做第1剂的人补助第2剂，所以未来开放青少年注射也是以 BNT 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内有6个本土病例，这6个拢伫咧湘北地区。台北市有4个，新北有2个。也讲到台北市的部分有2个是空过场所感染到病症的，其他9单是初步感染源。也讲到学校的部分，伫咧9月初1特别来开学咯。湘北地区也拢针对开学了后的防疫进行规划甲准备。新北市18增加2例本土病例，一个是因为陪太太看医生检测出阳性确诊，另外一个是病医看护8月初10PCR体检阴性，不过8月17PCR转做阳性，其实的是77.05。所以这2个个案感染源都还在厘清当中，所以我们接触者特别跨了57人，居家隔离有11人。那接触者我们都快速的采取 PCR， 目前采到 PCR 都是阴性。台北市增加4例，其中2例感染源各类调查，另外2例是职场感染，除了1例是台电案，另外1例是发生在北投职场，来自新北市的花莲旅游团的指标案例15970，除了进行传染给同事15971，18个增加1名15991，市府已经扩大扩列106人，安排到防疫旅馆居家隔离。如果不影响工作效率，还是居家办公算了。因为像一下子整层楼全部抓去隔离，一隔离就几10个，我想对公司恐怕伤害更大。另外9月就会开学，台北市表示学生请防疫假伫厝上课规划以天为单位，无上限，以2礼拜为范围慢慢修正。另外，假使学生确诊，要如何安排隔离等应用措施？相关局处19会进一步确认。针对这些这个有确诊的学生，他周边的这些同伴。
那如果说要进到这个防疫旅馆，相关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有一个更专业的讨论。新北市是团处学校因为假班起价无法度准备充足数量，新北市教育局长丁文明表示，目前已经有1/3的学校准备好啊，相关经费这礼拜就会核定，各校会伫开学之前完成相关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发生群聚感染事件，一个月来就出现3个人确诊了。台电也甲港站楼的员工做 PCR 采检。另外，台北市又去到台电大楼设快筛站，甲2500多人做快筛。其中有一个有新的员工进前互电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不过伫16日时阵，伊身体无爽快，体检了后确诊。检台医护人员通知台电人员接受快筛检测，台电爆发群聚感染，伫公馆的总管理处大楼一个月内出现3件确诊。台电加强全栋大楼清洁消毒工作，同时针对案例发生的流产甲确诊当前接触者全面批下体检，已经完成176人检测，也扩大检测电力调度人员的体检300多人。好，3个时间里面有3个确诊哈。那基本上哈，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群聚哈，所以我们是它在第1个、第2个时候就有匡列一部分，那有一些列为自主健康管理。他是当公司有发快筛剂给他，他那天有点不舒服，那筛出来是阳性之后，他就到医院去做 PCR 检定，确定他是确诊，而且他的 CT 值只有11，那这一点是比较令人担心。台北市快筛站10倍进驻台电大楼，针对2550个员工企业快筛，确诊员工工作的流产全面净空3天，可怜67人居家隔离，一名确诊者员工是有新的护理人，是前一波被列为自主健康管理者，直到身体无事时，使用公司提供的快筛剂出现阳性，迄一天下晡就去病院批下检测阳性确诊。这个办公空间，各位看到这个黄色的区块，除了原来被匡列居家隔离的 A 部门，现在是全部同一办公空间的全部做居家隔离。指挥中心建议台电分流上班，台电全部总管理处大楼分层分流，一般同事居家办公。台北市卫生局要求总管理处大楼恢复3级管制到9月13，避免感染扩大。记者综合报道。那阵做过2档疫苗，经过14天了后，个染到武汉肺炎的情形，或做突破性感染。伫咧咱国内目前就9个人是出现这款的情形，而且因拢是做 AZ 疫苗的。根据着以色列上新的研究，讲做过2档 BNT 疫苗，搁再经过146天了后，保护力会下降真济，而且是愈侪血人风险愈高。伫台电群聚感染当中，有一名确诊者是有新8个月的护理人，已经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意思是国内第一件突破性感染个案，也就是做过2剂疫苗满14天，有缘确诊。不过指挥中心澄清，这名有新的护理人无算是完整做疫苗。8月13号，这个打了莫德纳疫苗第2剂哦，所以等于是说他是8月14号发病，所以并非属于我们所谓的完整接种的一个个案哦，那也不算是，应该也不算是我们突破性的一个感染。发言人曾仁祥指出，目前国内突破性感染案例有9例，因做的疫苗2剂拢是 AZ， 而且超过14天，其中3例是英国 Alpha 变异株，5例是 CT 值比30较悬，疫苗突破率差不多是 0.0013%。因为Delta变种病毒来势真凶，佮引起真济个疫情流行，也出现完整做2剂疫苗有感染的个案。国内工会专家分析，以色列上新研究发现，完整做2剂辉瑞疫苗了后，超过146天保护力就明显下降真济，年岁愈大风险愈悬。在部分年龄层的部分，原本是大概2.4左右，然后在施打146天以内的话，则是只有1% 左右。风险倍数呢，也是随着年龄别而持续的上升。可以看到，在18到39岁这个族群，原本是1.7倍左右，而在60岁以上的部分的话，则相差到了3倍。伫冰岛有9成民众做疫苗，不过最近发现，当地本土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疫苗突破性个案，染疫比例以做高升上济。再来其是 AZ 辉瑞甲莫德纳，而且大部分是20到39岁少年人，有7成做过高升疫苗。冰岛政府要对做高升疫苗人对加做 mRNA 疫苗来加强预防Delta变种病毒。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机关是民意代表，不过安尼做敢有合理呢？伫苗栗县议会，着国民党团伫昨提案讲，要求苗栗县内自卫武汉肺炎疫苗着要通过国际认证。落尾这项提案无人反对，就安尼先通过咯。这代表议会对国产疫苗有积极。卫生局表示讲，要做唔做，民众会当家己决定。建请县府以县内施打经国际认证之新冠疫苗一案。提请审议。苗栗县议会17举行临时会最后一摆议程临时动议，国民党团提案建请苗栗县政府伫苗栗自卫新冠肺炎疫苗，拢需要经过国际认证，才会当互县民主。议会无异议通过。各位原同仁对动之15号案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的话，照原案通过。国民党籍县长徐耀昌昨日也伫面册提醒民众会当就望有药注高端疫苗。想要到加长港共党召民代都伫议会发言，议会国民党团表示无反对国产疫苗，也毋过希望伫完成相关的科学程序验证了后，才提供互县民主，袂当将民众当作白鸟鼠。当时包括民进党无党籍议员几啊人在场，拢无提出异议。这是国内地方议会头一个对国产疫苗的无信任投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回应，注疫苗全国统一办理。这个是一个疫苗的接种哈，这是全国统一之事项，好，要根据中央的规定办理。我们也是配合中央的疫苗政策，那中央拨配什么样的疫苗下来，我们就按照中央的拨配呢来给乡亲们做接种。就是打不打都是人民的选择嘛，我是坚持不打高端，就这样说。这项临时动议并不是法律案无强制力，只代表苗栗县议会国民党团立场。苗栗县卫生局也表示，注疫苗属于中央职权，卫生局只会当遵照中央规定做。中央拨落来各种疫苗，敢要注国产疫苗，选择权最后也是伫民众的手中。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咧店内的用餐拢爱采假帮，毋过台东县政府顶礼拜六所举办的南回艺术季开幕活动当中，即个户外有上100人做伙用餐。虽然有安排座位，毋过拢无按假帮，也拢无让位坐。卫生局认定讲，这违反防疫规定，甲活动的包厢罚30万。14尾仔嘛，台东县政府伫大武乡滨海公园举办南回艺术季开幕活动。主办单位以中央防疫指引，只邀请100人参加。活动结束了后，安排来宾伫户外用餐，家己野菜，大家坐做伙享用自助餐。这款的周边，互餐厅业者看了真心酸，因为防疫期间严格规定，餐厅甲夜市内容需要采免费做，也是设置假帮，毋拿开钱买设备，也缩减人流，减少营业收入。也毋过政府的活动却无做到。店家们都花了一笔很大的钱去做防护啦那个政府在户外办活动相对也是要照着这样子游戏规则走。主办单位台东县政府文化处18出面会事礼，表示迄天无好好要求承揽活动的厂商以防疫规定办理的负起责任。台东县卫生局调查，活动确实违反防疫规定，以传染病防治法对承揽厂商罚款30万。这个隔板还有座位的这个密度过密的部分，是我们当时考量不周，所以造成今天这样违反防疫规定的状况，在这边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经过我们厘清调查之后，发现文化处委托的业者他并未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相关规定，做好整个防疫的动线规划。承办厂商也承认有疏失，也毋过外界对这个事件也是真袂谅解，因为台东县已经69天零确诊，即马观光客个涌入，只要有一个小细节无注意，防疫就会曝光。希望县政府家己会当带头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平湖县对10月开始取消机场快筛了后，今仔日开始店内用餐，也唔免采假班，也唔免让位坐啊。县政府表示讲，平湖已经有8成的民众注过疫苗，而且考虑到观光经济，才决定要开放的。不过，这游客之间敢袂着互相传染，这个问题值得咱来思考。游客去到马景机场陆续出站，平湖10日起取消机场快筛。就体检程序加上疫情等候，也互去的游客慢慢的增加，航班得以增加。航班在8月16号之后，由每日的20班增加到28班了那也有观察旅客
是有逐步的一个增加。来到市区有一寡餐厅业者又认为起早转去无内容，也毋过也有业者提掉餐桌的价房，准备迎接内乡游客。因为澎湖县政府宣布10月起开放餐饮内容免价房加安全距离。观光客你东西买了要吃，怎么可能每一趟都是买回民宿才？有2个多月都没有营业了哈，能够接到这个消息，当然大家都很高兴。用餐便利度增加，互游客甲店家拢真欢喜。不过当地居民却有无同的看法，烦恼受紧开放可能带来防疫温忧。有好有坏的，太快了。是打疫苗打80%多，对，但是外来客，我们还是会担忧。澎湖是观光大县，当年5到8月是旅游大月，也毋过疫情影响相关产业考虑县内经济甲国内疫情转好，官府连续促销机场快筛甲放量内容，就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游客来，互店家有生意通仔做。疫苗施打率有将近80%，决定要开放让餐厅这边我们会取消隔板，还有社交距离。圆桌式的或合菜式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的业者，真正的受惠。官府强调，虽然放量内容，也毋过游玩会无定期稽查，要求游客甲业者遵守相关防疫规定。也毋过指挥官但市中显然无啥认同，强调目前游玩伫离级境界，会当做的都爱做，若无一旦疫情发生，就非常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的桃园区，进前去互大水互冲断的桥，即马是断咧抢救当中。想袂到有真侪民众走去遐看热闹，毋但影响到工程的进度，也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另外，各单位也决定讲南海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敢若开放互调伫山区的民众来通行。高雄桃园民霸客路桥初次互玉水溪土石流冲歹去，到即马也不是有土石流，地势着变道抢通，也甲落落水代表石基井的搜救几路变中断。无想到有民众特别上山看土石流，警方加强管制。旅客请勿这段期间请勿上山，以免造成救灾人员的困扰。加上我们在南横公路93K 已经开始管制了。土石流无已经发生，增加便道抢通难度。福兴里农民要克服生活加用过来维持收入，除了赶紧将金峰山啊做水果赶来卖，也因为新鲜的水果价格较悬。桃园区代表也甲实践大学这单位共同合作，想要用无人机运送山啊。台湾希望创新那边直接去修改它的通讯，它会用4G 的通讯来做数据的传输啦，来弥补讯号会遗失的这个问题。我们测试成功之后，预计最多会用6台轮流飞。无人机顶把一箱山啊试飞，经济明表示，各团队当地拍拼解决飞行信号的相关问题，希望上紧这礼拜正式开始。公路总局甲区公所、市政府这单位共同参详，开放民众甲公所申请造册。第20甲21两天分推出，由南横公路往台东的方向离开。我们会采介入通行的方式来协助民众脱困。第二个，我们也预定了这次的紧急脱困的首批的时间呢，是在8月20号跟2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跟星期六2天。景惠通路路线是长桥北边的南横公路梅山口一路往天池，再搁接台东向阳路段这段路，因为路途中也搁有真侪崩塌的所在，还搁咧修理，通行风险真悬，所以将由公路总局安排介护通行。公路总局强调，会听候天气稳定，也搁会加紧抢修变道。到时阵，我会看情况决定紧急路段是毋是继续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大水河过后，这个菜色价小是直直起，这半个月以来已经起了6成咯。即马一包青菜是爱用50块来买，而且这礼拜就是7月半中旬啊。农粮署也讲会把冷冻的菜色拨一寡出来，用来稳定价销。来市啊买菜，一斤番薯叶啊爱80块，2把硬菜90块。进前中南部落大雨，影响较大。逐项菜拢贵松松，葱仔上贵，一斤起到130、140，民众紧来紧去，拢唔敢买伤济。怎么说就是很贵啊？嘿，这涨得好多。包菜是55块，55块。平常便宜的时候10块钱也有，大概涨快一半哦。所以那阵子怎么办？就是都不买，也会买，但是少一点。
菜价到底起偌济？来看数字，台北菜市大卖介绍，初一拄开始受灾的时，1公斤平均34.8块，刷落来就一直起，到17已经到55.5，差不多起6成。18有甲落价，毋过55.5块已经创下历史第2悬的纪录。这阵仔天气好，菜贩仔讲菜市已经豆豆仔咧落价。无落雨，伊个菜会较紧大，若大伊就落落来，伊就加落来，袂讲足贵啦。农委会表示，即摆大水祸造成中南部菜市甲龟仔类受害3至4成，即马菜农已经复工，按算月底会当收成。另外，嘛会释出冷冻菜市，互民众买会到较俗的菜。记者戴嘉文、刘伟做高雄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讲到极端的宗教武装团体塔利班，因占领阿富汗了后，第17召开头一场国际记者会，强调讲因是稳定的力量，袂甲大家来派面相向，而且也袂暗护恐怖分子，会保障新闻自由甲妇女的权益。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罗山真面目17头一遍展现伫媒体镜头前，伊伫这场历史性胜利记者会，讲塔利班将外国势力赶出去，解放阿富汗，进入喀布尔过程，无伤到一个阿兵哥。目前伫街路、巡逻，拢是为了维持治安的人。佮讲无这个意思，甲任何国家加甲过，也袂变做安护恐怖分子的基地。ډاډ او اطمینان ورکو چې د افغانستان له خاورې نه به هیڅ چاته زیان او ضرر متوجه نه وي همداسې د سیمې هیوادونو ته همدارنګه خپل همسایه هیوادونو ټولو ته ډاډ ورکوو چې موږ اجازه نه ورکوو چې د افغانستان خاوره د ګاونډیو او یا د نورو ملکونو په20年后倒转来，穆贾希德讲，即马的塔利班甲较早无共路。伫伊斯兰教法的规范下，媒体的新闻自由、甲妇女的权利拢会受到保障。伊佫讲，女性是社会一份子，会当受教育，也会当伫各种领域展现因的工作能力。随上塔利班另外一个发言人海马德17迄天，前往一间商业电视台接受一个女主播的专访，两个人离差不多2.5公尺远。不过，这种的场面，伫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主政期间，这是根本无可能发生的。If they are very good, if they are very sweet people, why the people in Afghanistan want to leave? We experienced the Taliban. We know the Taliban. I think 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 Is not the reality. We will see what will they do in the future. I cannot believe them. People in Afghanistan never believe them. 市区街路差不多看无妇女，有当时也看到几落鞋，因也是规身躯穿符合塔利班标准的服面长衫。另外一方面，利往卡达10多年，以巴拉达尔带头的另外一旁高层领导人17规定人降落伫卡达哈机场，准备开始筹组中央政府的工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对于美国的北加州到地中海附近的国家，拢伫咧发生森林野火。加州北部就一个小庄头，虽然敢若1000栋人尔，不过已经有50间的厝着火烧啊。当地政府也宣布，迄个所在进入紧急状态。另外，伫法国的南部圣特佩洛也是野火4个团，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会伫强风的座点，继续向4棵位的森林拖烧，消防员全力拍火。为远远看山顶庆祝阵阵浓烟。经过中旬开始的迪克西森林野火，到目前为止也无停止的现象。除了火场附近的几个镇，由电力公司决定切断电管，以测安全。估计大约有50栋厝风烧掉的小镇格里斯佛利拉兹，伫州政府紧急状态之下，民众将会当刷走的家产拢总用车载走。Most of us live here. Our homes are here, and we don't want to lose our stuff and our lives. 另外，地价同款的景象也出现伫法国南部的圣特洛佩，原本是美丽的观光胜地，即马煞陷入火海，甲看袂到边际的浓烟中。当地附近度假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赶往现场，慰勉消防人员。11 Canadair ont été mobilisés sur ce feu, là où la France dispose de 12 Canadair. Ce qui vous montre à quel point l'effort national a été conséquent sur ce feu, qui était le premier grand feu dont la taille est extrême. Ce qui montre aussi que grâce au travail de l'ensemble des équipes,
nous pouvons disposer de l'intégralité。地中海即笔会为西边的法国、西班牙、甲葡萄牙，一路烧到意大利、甲希腊、土耳其，位伫地中海东岸以色列也无法度避免。面对17000公顷以上的火场，75名消防员甲10只消防泉水发电机真歹应付。以色列政府当透过外交管道向国际救援，目前已经有希腊点头同意。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伫咧纽西兰的奥克兰，则是出现这半年以来头一个社区感染，路尾搁再增加4个人确诊。当地政府是唔敢大意，遂宣布全国封城3天，病例去过城市也要封城1礼拜。另外讲到日本的部分，日本首相菅义伟为着这个愈来愈严重疫情，提出防疫3大策略。进前宣布要甲病毒隔离，伫国土以外，明年开始才要豆豆开放边境的纽西兰，则是传出人口上济城市奥克兰有一个确诊病例，因为这是半冬来头一个确诊病例，互当局是真紧张，直接宣布为当地18开始实施第4级的防疫警戒，要求全国封城，离确诊病人去过城市爱封搁较久。Level 4 will be for initial period of 3 days, except for Auckland and the Coromandel Peninsula, who we anticipate will likely be at level 4 for 7 days, due to them being most closely linked to our current case. 这个确诊的58岁查甫人，必须等经定时报告出来，才会当确诊是毋是患着 Delta 变种病毒。另外，卫生部门嘛咧找伊的感染来源。若是全国封城了后，除了民生基本服务，所有学校、办公室甲企业拢爱关门，避免有更较侪人互传染。而受到 Delta 病毒影响，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日本，除了伫17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城市增加到13个以外，防止拖开定重点措施的城市嘛增加做16个，实施的期限拢为20开始到9月12。只是定定实施紧急状态，互日本民众嘛限制防疫疲劳。もう正直今までと同じような出し方であればもうあまり影響ないのかなと、もう皆さんもう麻痺し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またかみたいな感じで。だからちょっと今までと違ったような内容にしないと効果は少な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日本首相菅义伟17日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表示，疫情拓展入境会推动3个指条防疫对策，包括爱确保医疗容量体制，也有防疫对策，甲敦促注射疫苗。国际新闻台是唐编译。前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去防逼出牵涉间谍的风波案，目前案件也正在调查。检调单位发现到有一位姓谢的生理人，用做生理名义入来到台湾，透过已经退休的2位军官接触到其他的人，这其他的人也包含着张德平。北检今仔日除了约谈这2位军官以外，也正在追查张德平敢有牵涉在内。中共他们灰色地带的行动啊，是他们最新的一个对我们威胁的一个模式。它主要是运用非军事或准军事的手段，来企图威吓。国防大学校长张铁平前日摆台北军访伫国会sen台，暗过进前互周刊逼出疑似甲牵涉强调组织的香港姓郑生理人食饭，检调设备约谈空军替5小将级摇动，替5中校卫生局，发现这2人疑似就是港籍姓郑生理人甲真济名现役退役将领的牵线人，专按照违反国安法定办。整个全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那相关的这些涉案情节，我们毫无所悉，也并不清楚。那我想后续我们会静待司法的这些调查。中国国安部自2011年开始指派姓郑生理人，疑似透过这2名退伍将领来台发展强烈组织，接触台湾真济名现役退役高级军官。张铁平也伫其中，除了疑似有过真济摆食饭，姓郑生理人阁锁定伊的太太谢汉秋去香港旅游，甚至去中国接受招待送礼品。这件事情我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来问我，抱歉。对张铁平疑似加入强盗案，国防大校无计讲，目前伊无第一被告，家伊太太是毋是涉案，检方无排除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美军撤离阿富汗了后，有民众开始烦恼，讲美国敢会放弃台湾呢？北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记者会顶头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照拼照行绝对袂改变。总统蔡英文也伫咧民进党的中常会顶头表示，只有家己愈来愈强，则唔免挖苦别人，更加免靠一个假案用武力恐吓台湾的人。
美国为阿富汗撤军结束20年的军事任务，也引起国际局势不安。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冲击。外界烦恼台湾这个盟友原来会予美国放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18日记者会上坚定声明，对台湾的承诺未改变，也强调阿富汗甲台湾两个完全无共。We believe that our commitments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e sacrosanct and always have been. We believe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Israel remains as strong as it's ever been. 苏利文坚定美国对盟友的承诺。最近中国官媒一直讲，台湾唔通期待美国的保护，甚至有声音讲，今日的阿富汗，明仔载的台湾。美国史汀森中心中国专案主任孙运就讲，这种的对比完全无理由，因为这是中国对台湾的一种攻心战，目的就是要甲台湾讲，美国无可靠。总统蔡英文18完了头一遍对阿富汗发表看法，强调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互家己更加强大，袂倚靠别人的保护。自己不作为，只依赖别人的保护，不是我们的选项。两岸没有价值做基础，而且对台湾不放弃用武的人的一时的善意或施舍，更不是我们的选项。爱甲有共同价值甲利益的友伴做伙努力甲合作。伊原来提起到63年前的823金门战争，为着守护家己的家园，台湾人民无分你我，军民共心。到尾也总算拍体威胁，这场战争的胜利就是上好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重新启动了后，这个头一团也要回来咯。虽然讲这个帛琉有提供疫苗予旅客来住，不过这未来敢若有胶生甲 BNT 两种疫苗尔。飞行机慢慢啊靠近空桥，帛琉旅游专案2点空第2梯次，18早起10点半起飞。有130名旅客，包括125名团客甲5名散客，将是到帛琉旅游最后一批会当住到莫德纳的旅客。主要是打疫苗，然后顺便观光。听说你们是最后一批可以打莫德纳的？对，蛮开心的啊，就可以打到自己想打的疫苗。因为台湾的疫苗比较不足，那时程又比较不确定。帛琉旅游专案重新启动，因为会当做疫苗出国佚佗，转来阁无需要隔离14天，真受到不少台湾旅客欢迎。不过帛琉方面也公告，19起将无可提供入境帛琉旅客驻莫德纳。只存飞水甲侨生，敢是对旅游专案造成冲击，有缘有待观察。因为要打疫苗啊，对，然后台湾就会排不到疫苗。只有1剂，那第2剂？回来台湾等啊。原本打算去关岛。那后来选择帛琉的原因是因为帛琉就5+9就可以在家里隔离，就是比较方便。机场公司表示，帛琉xuất發團旅客暗時入境，為了避免旅客南做伙接觸着病，已經按照指揮中心要求，做好一份旅客甲帛琉回國旅客入境分流。不管是動線、使用的廁所，還有購買的免稅商店等等，我們都有做一個仔細的規劃。機場公司表示，除了分流，也做好機場清消，落實國門防疫。另外，為帛琉返來旅客，也是需要經過採檢，佮加上5+9自主健康管理。記者綜合報道。虽然目前国内已經降做2級警戒啊，不過國內觀光也是無起色，因為民眾心內也是會驚。觀光產業是希望政府會當親像舊年同款，除了有振興券以外，也會當增加安心旅遊補助。疫情防疫期間，雖然開放國內旅遊，不過最近發生花蓮旅遊團感染事件，本地恢復狀況就無介理想的觀光旅遊業，又個退轉去觀點。以目前我們的這些業者呢，都還沒有接到太多的團，甚至就一些少數的零星，更何況最近的這個新聞哦，也是給我們一個重擊哦。民眾旅遊的意願變保守，閣過無偌久，就是中秋連續假期，業者真煩惱無人來，有人呼籲政府緊趕緊佇休假進前發振興券，閣較希望比較舊年提供預算，予觀光發展基金結合振興券，予消費者來使用，因則會當甲這陣仔的損失賺回來。對觀光來說，我們仍然是希望觀光局能夠有
拨一个预算，让旅游业能够在安心旅游的部分能够再来操作。业者讲，去年的安心旅游，政府结合饭店等等，互民众过暝有优惠介绍。迄阵投资90亿，创造约630亿的消费。希望这届高倍券会当依照早前的模式，针对业者的诉求，交通部观光局表示，已经有听到相关的意见，会搁向行政院来争取。记者陈阿文调随台北报道。伫咧苗栗嘅通霄咸造桥山区是石虎的生炭地，不过工地厂含建材厂拍算伫遐要来起工厂，保育团体也烦恼讲石虎的生炭地会受到迫害，因后呼吁县政府就要三思啊。车的速度真紧，苗栗的第13架线是造桥通向竹南的主要道路之一。啊，不过因为是石虎出现热区，官府直接设区间测速，也搁设警示牌提醒用路人注意，希望保护石虎唔通去落山。啊，不过却传出成山太路的冠军建材厂拍算伫遮扩充厂房，保育团体是真烦恼，会对石虎生态所在造成冲击。这些国有土地啊，它是在15重要基地内，它其实的生态价值是全民的公共财。那如果说国家让售给这些私有企业的话，等于把公共财变成私有财。保育团体烦恼，还有建顺钢铁厂也拍算伫通霄线26.8公顷的厂房，透过图来看，两个开发案拢甲石虎的生态所在顶塔。这两个开发案拢是以产业创新条例将国有地卖予民间企业。冠军建材强调，土地摕到的定数拢合法。我们在现有的基地旁，是本来就有征购这样的土地，其实是衍生它是相邻的。按照法令的部分，提出这样的一个产业升级跟产业创新的一个相关计划去做扩充。冠军建材表示，目前规划伫即卖土地做扩充，也做环境调查，周边无发现石虎的活动。建顺钢铁是无回应。苗栗县政府目前已经接到2间公司的送件，会做可行性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进口的狗仔号做比特犬，不过这种狗仔常常会降价。农委会已经禁止国内饲这种狗仔，经济部上紧伫10月中就禁止进口。不过，业者也反对，因也烦恼讲，若准禁止饲比特犬，可能会有真侪比特犬去互主人放杀。上辈油在可被加掉的，无论主人安怎拍，嘴也是歹放。这种比特狗嘴加的力量真大。伫过去媒体就定定报道比特狗攻击人的事件，互农委会列入禁止饲炭进出口的名单。经济部国务局也配合政策，自17有过修正，限制输入货品表。上紧自10月中开始，包括中国所有国家拢禁止输入比特狗。比特狗市面上的价少差不多3万到15万，以后袂当搁再进口。不过原本饲的主人会当继续饲，业者这方面是袂当搁再卖甲断。有业者就讲，到时可能会有人无想要饲，随便放杀。以因的立场来讲，当然是反对禁令。宠物业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反对政府禁止的，因为比特犬它有很多的个性，你像在美国，它有顾婴儿啊。业者讲，一般比特狗的本性无大家想的这么歹。不过确实，有种比特狗被训练成做掠山猪或者是斗狗，作为跋筊的用途，拢会互比特狗愈来愈歹，也加深甲人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美丽华开发公司因为企业分割甲员工洗头路，落要引起工会罢工，到今已经3个多月啊。今仔日工会指控公司泄露背信，无出席劳资协商会议，而且这期企业分割的目的是要甲工会成员洗头路。不要违法哦！不要违法！美丽华校长保护！美丽华校长保护！不要违法！美丽华工会18早时为着要向新北市消保会申请，甲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美丽华开发公司因为公司分割落尾，搁解雇员工，引起工会发起罢工，到18已经满100天。工会指控16个劳资会议，资方是背约无出席。礼拜1下午2点，劳工局约双方到现场来讨论这个新版本，没想到下午2点到了，直到下午4点半，资方没有半个人出席。请问哪一天可以做到协商会上？我们会再持续邀请双方。美丽华资方表示，工会指控不是事实，不过无做进一步的解说，敢若讲会继续甲工会寻求共识。另一方面，工会嘛质疑美丽华资方分割公司是为了
解雇工会成员。美丽华开发母公司只剩下22人，其余人姓钟27人，姓美28人，美姓24人。到底为什么你美丽华开发的22人在7月底去申请纾困的时候，可以以88人去做申请？那我们就质疑你的分割是不是只有解雇工会成员的时候才是进行企业分割？新北市警察局表示，工会意见阁需要调查。工会讲，今仔日嘛发函予警察局，希望驳回资方的纾困申請甲企業分割案。记者郭伯君、陈柏文新北報道。劳动部最近公布6月一个资方替劳工退休金提拨的数据，伫咧彰化县是31488块，是全国上界嘅县市；台中市是34700多块，是6都内面吊车尾的。虽然政府单位拢有出面来驳回，不过劳工团体来认为讲，有真侪企业拢有一款减拨歹习惯，这个部分也是爱改善。摕蜡钻签红毛图，劳工朋友伫大日头骹汗流沓地，3万1的薪水是毋是有当生活哩？各地民众看法无同。这样薪水太低了，太低啊，应该要超过3万5左右。2万8到3万中间吧。餐饮服务业的，因为算刚毕业吧，所以对于工资算还 OK 的。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2021年6月，劳工劳体薪资平均提交工资，6都当中，台北以47998块排第一，过来依照顺序是桃园、新北、高雄、台南，台中是排上尾，而彰化县是以31488块，伫全国是排上尾。台中市政府认为这个资料无正确，彰化县政府是表示会积极引进高薪水的产业。以110年6月而言，本市的劳工退休金提缴人数是89万1000人左右，那占我们110年上半年的就业者大概只占了64%，所以其实这项数据有它的局限。我们彰化县因为我们中小企业居多了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薪资介于3万上下基本薪资以上的这样的母数居多我们希望引进高科技产业就是希望可以带动整体的薪资。目前一直起，民众的薪水遐尼少，劳体薪资平均提交工资，无一定会当完全反映出县市整体的薪资状况。不过政府甲雇主明显拢还有改善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囡仔绘本拢是一寡猫啊、狗啊、一寡动物的故事，感觉无记绘本拢无台湾的本土故事咧。目前就一个文创团队用台湾在地3个传奇故事，编写出有台语的有声绘本，用台湾话来讲台湾的故事。发生伫詹文溪的百足情人夜光灯传说，上后找物件的虎城西罗灯利牙。阁有用马戏团的摇白菜，一篇一篇精彩的囡仔故，即阵会使透过有声绘本来认捌。李爷是新明的嘉靖将军，虎城西罗店的李爷上爱甲囡仔耍美小吹啊。一般市面上较常看到国外的动画册，有团队参考台湾风俗志，加上实际访问调查，推出台湾本土的奇幻故事。100年前台湾人这故事其实真侪拢一定失去啊，迄是过去咱生活的一寡资料、一寡物件嘛即嘛失去，咱倒转去甲找倒来，大家了解咱过去到今嘛的故事是生做啥物形。张世和表示，伊细汉就听真侪新明的故事，参几啊个，这故事也代表着台湾的文化甲民俗。希望透过有声册，用生动活泼的囡仔故，和台湾文化卖断根。咸老王故里啊，对我来讲，我就是咸老王是毋是爱加淡薄啊？迄个威严李啊，就是我着用迄个小可用个性啊。李啊是安尼，阎罗王是安尼。虽然有压落的部分，毋过敢若有听到另外一个情绪。张世和为台湾文化出发，写出本土的囡仔故。绘本也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立委林昌泽、作家黄月水、知名配音员陈宏雪，用台湾话讲出上在地的传奇故事。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家人报道。香港的民主受到糟蹋，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关心人权的画家任进美斗阵合作，邀请民众伫咧网络顶头用图来甲香港祝福，连日本的画家也做伙来响应活动。
黑白黄色的地图顶头写“我支持香港自由”的英文字，也有画伫咧光影内底的violin的精灵，表达老张手画，搁再重新画过来的希望。这分别是日本出名的插画家 George Arai 甲伊西希德克，为着响应咱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网络声援香港所画。就朴实的物件，啊，毋过呢，伊就是马上会使你互人感动。就我知，就是足侪香港的朋友，伊嘛拢看到啊，伊其实嘛拢足感谢大家安尼甲伊支持。香港伫咧今年6月份，城市纸本的《苹果日报》去红标价停刊，8月15民定解散，加上最近香港民主派人士小连续去海外寻求庇护等等，学者表示，香港会当讲是90%失去自由啊。不过，声援的力量定定会当互北京有压力。咱即马透过种种的这种小小的活动，事实上。咱甲香港即马咧受苦的代志，要讲互即个世间的人知，互人唔通袂记哩。即马即个时间咧变化真紧，无定1年2年中间，世间有真大的变化。迄当阵啊，香港的问题就有法度解决。用插图声援香港，国内也有真侪作者是咱20-30岁的少年画家，这2年拢和国家人权博物馆斗阵用画笔画出人权精神。除了创作者端的培育，我们也希望跟出版社合作，我们一起针对人权议题的一些绘本来进行出版。人权馆表示，虽然网络串联活动已经伫咧7月底结束，不过即马要继续来谈，已经累积超过98图，众人拢望用艺术继续替香港留一线希望。记者民警林学凯新北报道。伫咧美国有一种新型的机器人，会走过一条也会爬连岛，咱赶紧来看这项新科技。倒架横条快速通过下坡障碍，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人亚特拉斯的新影片展现跑酷选手溜达新手，面对极限体力王的障碍地形，无论是6大力远跳、10几公分宽的平衡木，拢会当做到。但无无稳，也阁会当家己修正平衡。两具机器人最后以2个向后爬链等完美落地，也阁真漂泊。拍掉身上的涂粉，这款的研究唔单是互观众看了欢喜，也是为了替工程师最佳化控制甲监督系统。First, how do we build a high power density mobile robot that's capable of extended athletic behavior? How do we design control algorithms that can create a variety of behaviors and control them robustly? And how do we connect perception to action in a way that both captures long-term goals like getting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and short-term dynamic goals like adjusting footsteps and applying corrective forces to maintain balance. 亚特拉斯机器人身高125公分，重大约86公斤，使用电池动力甲液压驱动。这已经是伊第3期跑酷影片，展现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技术实力。虽然外形无啥物改变，平衡甲流量都可升级。当然背后是真侪摆失败甲修正调整的累积，无爱进行，互人也会笑。It can be frustrating sometimes. The robots crash a lot. It's not the robot just magically deciding to do parkour. It's kind of a choreographed routine, much like, a skateboard video or a parkour video where, it's an athlete that's practiced these moves dozens or hundreds of times. You learn a lot from that in terms of how to build robots that can survive, falling on their face and getting back up and doing it again. We also learn a lot about the behavior, the control. 波士顿动力公司经过Google等认证头家，今年6月互现代汽车买去，希望将相关技术用伫自动驾驶、工厂、甲物流、城市空中交通等人工智慧项目。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
了。